上课，同学们好。谁在课上？好，我是你们的老师肖介霞。今天我们学习第4课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遍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好，是的句。首先我们学习生词。第一个生词非常好，生日。第二个生词网上，晚上。第三个生词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。在量词前面我们一般用两，不用二。我们学习哪些量词呢？两个杯子，2块钱，2本书，电话。好，下面看书，工作。现在呢，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遍。生日，晚上，两个儿子，电话，看书，工作。好，我给你们2分钟，你们记一下。Вам даю 2 минут, вы выполните наизусть.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生词，我们怎么组词呢？今天我生日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下面生日快乐。Читайте со мной。今天我生日，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词怎么组词。晚上，晚上出去吃饭。晚上好。好，和我一起读。晚上出去吃饭。晚上好。下面两个儿子。
他有2个儿子。他有2个儿子。他的2个儿子很听话。他的2个儿子很听话。好，читайте со мной。他有2个儿子。他的2个儿子很听话。下面电话。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。打电话，你们说的telephone call。下面接电话。好，和老师一起读电话号码。打电话。接电话。下面一个词，看书。喜欢看书。认真看书。好，читайте со мной。喜欢看书。认真看书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，工作。介绍工作。在中国工作。工作，我们在这儿应该是注目式啊，我们这儿的翻译有点问题。Здесь должен быть注目式，перевод неправильно。好，下面工作很忙。我们说注目式的больше ms 是吧？工作很忙。好，现在呢，和老师同学们你们先读。Сначала вы читайте, потом я с вами вместе читаем эти слова. Давайте вы сначала читайте. 好，现在我们一起读生日。今天我生日。生日快乐。晚上。晚上出去吃饭。晚上好。2个儿子。他有2个儿子。他的2个儿子很听话。电话。电话号码。打电话。接电话。看书。喜欢看书。认真看书。工作。介绍工作。在中国工作。工作很忙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语法。我们首先看这些句子。这本书 bu kitap 这本书是的，是谁的？
哎，是买的，是谁买的？是我买的。那么我们在这儿说，我买的。Мы ещ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, что 我买这本书。Но если спрошу, кто купил,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я купил, 我买的。啊，ну, как мы поменяем на 是的？这本书是我买的。еще 晚饭是什么的？哎，对，是做的。谁做的？是我妈妈做的。晚饭是我妈妈做的。电话，电话是的。电话是什么的？电话是打的。电话是谁打的？所以我们在这儿说 Kim敲的是谁打的？我们在这儿发现，它的结构是宾语加是加谁加动作加的。Мы заметили, что конструкция такие, да? 宾语是谁动作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些句子啊。我们说有是，这里有不是，不是 значит чт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, 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否定句。水果不是妈妈买的。哎，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在这儿啊，变一下这个句子，这个句子我们变成否定。Давайте мы поменяем это на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。非常好，这本书不是我买的。下面，晚饭不是我妈妈做的。电话不是谁打的？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менять или нет? Нет. Почему? Это спроситель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, поэтому нельзя. 所以这不能变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啊，那盒牛奶是我昨天喝的。我们说这里牛奶它的量词是盒 запоминайте 啊 запоминайте 那盒牛奶 запоминайте 记住啊，那盒牛奶是我昨天喝的。那么我们换成这个不是怎么说？哎，对，那盒牛奶不是我昨天喝的。非常好。下面杯子不是我打碎的。我们换成肯定形式。Сейчас мы поменяем на 是。好，杯子是我打碎的。好，非常好啊。Теперь читайте со мной。这本书是我买的。晚饭是我妈妈做的。电话是谁打的？水果不是妈妈买的。那盒牛奶是我昨天喝的。杯子不是我打碎的。好，现在你们来造句。Хорошо, давайте вы сейчас составит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. Используйте 是的。非常好。哎，作业是我写的。还有呢？啊，非常好。衣服是我买的。还有呢？多着呢。车是我开的。非常好。下面我们学，同学们这样啊。Я вам даю 1 минут. Вы сейчас чувствуете. Сначала вы читайте, потом поминайте, что мы уже изучали, да? Вы просто посмотрите. Я вам даю 1 минут. 你们看1分钟。
理解体会这个意思。